Mystic Moon, awaken your inner light. 今日我哋3選1嘅主題係佢對我嘅感覺係點？係真心定係貪我啲金呢？先從以下3張神諭卡，依你嘅直覺揀一張，之後我會再補上3張塔羅牌，睇下之後嘅發展方向。先睇下以下3張神諭卡 ：Sensuality 感官吸引 ，Secretary 心靈庇護。Challenge 感情考驗，揀好未？之後我就會依順序逐一解讀。如果你想直接睇返自己揀咗嘅組別，可以喺影片下方拉到時間章節嗰度跳去你需要嗰一段。我已經幫你分好晒每一組嘅時間編碼，拉落去 description 就會睇到㗎喇。Sensuality 感官吸引。佢對你有非常強烈嘅感官吸引，可能第一眼就已經俾你嘅外表、談吐或者肢體語言，甚至係你嘅氣場迷住。呢份吸引力係真實嘅，但偏向燃燒型，即係熱情，即時有火花，但可能唔夠穩定。塔羅提醒你要觀察佢有冇努力了解你嘅內在世界啊，佢有冇興趣認識你真正嘅價值觀、信念、創傷，甚至乎夢想。定只係沉醉於你帶俾佢嘅感覺，帶俾佢嘅心動。如果對方只係喺你身邊，但從未踏進你嘅心靈深處，咁你就要問下自己，呢段關係係激情定係真心？俾你嘅金句係：吸引力會點燃火焰，真心會留低暖意，感覺可以即時發生，心情係需要時間培養。之後再望下以下3張塔羅牌，依你直覺再揀一張。The Wheel of Fortune 命運之輪 ，Three of Pentacles 錢幣3 ，Four of Cups 聖杯4 ，Sensuality 感官吸引加 The Wheel of Fortune 命運之輪。對方俾你深深吸引住，但感情變化不定，熱情來得快，又可能退得快。你哋之間存在命運推動嘅能量，但關係可能仍然喺度浮動緊。俾你嘅金句係：感覺可以點燃火花，但真實先可以令愛穩定下來。Sensuality 感官吸引加 Three of Pentacles 錢幣3。除咗吸引，對方可能會對你有實際合作或者利益上嘅想法。感情中夾雜住欣賞同現實嘅考量，未必係純純嘅愛，但互動會有價值。俾你嘅金句係：感官嘅火花，若結合實幹，會練出真金。Sensuality 感官吸引加 Four of Cups 聖杯4。你們之間曾經有熱情，但對方情緒似乎冷卻咗啦，可能覺得激情已經過，或者考慮緊係咪繼續投入喺呢段感情入邊。你或者對方都喺度等待更多感覺而去確認呢段關係。俾你嘅金句係：當激情沉靜，先會看清真意嘅時候。Sanctuary 心靈庇護，你對佢唔只係吸引咁簡單，更多係一種情感上嘅安穩同埋撫慰。你就好似佢心靈嘅避風港，當佢疲倦、失望、迷茫、壓力爆煲嘅時候，佢最想揾嘅人就係你。你哋之間有一種內在嘅共鳴，甚至乎唔需要講太多嘢，都可以感受到大家嘅連結。如果你發現對方唔係好識表達愛意，但係總係默默記住你講過嘅嘢，主動幫你處理上生活上嘅細節，呢一啲就係深層嘅關心同真心嘅付出。呢段關係可能唔係最火熱，但係最穩陣，最能帶來安全感。俾你嘅金句係：真正嘅心唔需要大聲講出嚟，只係會靜靜守住你。感情唔一定係狂風暴雨，亦都可以係一段恆溫嘅細水長流。之後再望下以下3張塔羅牌，依你直覺再揀一張。The Wheel of Fortune 命運之輪 ，Three of Pentacles 錢幣3 ，Four of Cups 聖杯4 ，Sanctuary 心靈庇護加 The Wheel of Fortune 命運之輪。對方視你為安全港，但關係正面臨變化或者考驗。你們之間嘅連結好深，但外在嘅因素可能正牽動你未來嘅走向。需要財源，信守你嘅信念。俾你嘅金句係：信任係風雨中嘅依靠，亦都係命運轉動下嘅承諾。Sanctuary 心靈庇護加 Three of Pentacles 錢幣3。感情穩打穩紮，你哋能夠彼此支持並且共建未來。
對方重視你帶嚟嘅安定同合作，係慢熱但係真誠嘅關係。俾你嘅金句係愛係一齊打造出嚟嘅空間，並唔係一時衝動嘅逃避。Secretary 心靈庇護加 Four of Cups 聖杯四，對方心入面有你，但係可能正正俾過去嘅陰影或者情緒困住，難以主動靠近。愛喺度嘅，但係需要時間同療愈。俾你嘅金句係你係佢心目中嘅避風港，但係佢未必準備好要靠岸。Challenge 情感考驗，你哋之間正正經歷一段感情嘅拖拉或者現實嘅衝突。佢可能對你有感覺，但係心入面有好多未解決嘅矛盾，例如金錢壓力啦、家庭背景、工作前途、距離問題，甚至乎係對愛情嘅恐懼或者創傷。塔羅提示你，佢未必係冇心，但係佢未 ready 去面對自己嘅內心。可能佢係拖延、閃避，唔肯清楚表態，令你唔知道佢想點。要觀察下，究竟佢有冇主動去處理問題，定係一直等你解決晒佢嘅問題？呢段關係未去到句號，但需要真誠同行動走過呢一個階段。俾你嘅金句係考驗並唔係終點，而係睇清楚對方真意嘅窗口。心情係經得起拉扯同現實嘅挑戰。之後再望下以下三張塔羅牌，依你直覺再揀一張。The Wheel of Fortune 命運之輪， Three of Pentacles 錢幣三， Four of Cups 聖杯四， Challenge 情感考驗加 The Wheel of Fortune 命運之輪。你哋嘅關係受不穩定能量牽扯，對方係經歷緊內心嘅掙扎，可能好難俾到承諾你。挑戰係會嚟嘅，但係都可能轉化成轉機。俾你嘅金句係真正嘅考驗係睇風向轉嘅時候，仲有冇拖住大家隻手。Challenge 情感考驗加 Three of Pentacles 星幣三，你哋面對嘅壓力，例如工作、價值觀或者物質嘅問題，但係其實只要大家願意溝通，困難可以變成成長嘅土壤。俾你嘅金句係考驗唔係要你分開，而係要你一齊去面對。Challenge 情感考驗加 Four of Cups 聖杯四，對方內心關閉停滯，未必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咩。你可能感受到被冷落，但其實佢心入邊正正經歷混亂同逃避。俾你嘅金句係沉默之下，亦都可能藏着未解嘅情感波濤。你揀咗邊組牌呢？有冇中啊？歡迎留言話俾我聽啊！我會逐一睇留言同你哋互動嘅。如果你想我下次占卜唔同嘅主題，記得留言提議。中意我呢類型內容嘅話，可以俾個 like、share 或者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多謝你哋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Lift me